金红麻油土豆馅，啊，无咱即马先入去熟悉一下这个六啊岁的这个头家。我听朋友咧讲，这有超过差不多将近一架子，就是60年。嘿，你是对多一年开始的？ 1965年，啊那，我小弟本人哎出世迄年啊，哎啊，原来今年你有60岁啊！哦强买60岁，强买。我会使过看卖下恁是安怎炒麻啊？系啊，我出鼎会做者烟的啊，哦啊你烟爱家己备好了，安尼麻油较袂菜油开啊。安尼，这就是咱天蓬元帅白啦。来你看，对对对。我若摕的时阵有参像无？唔是参照，就是你本人。来，你摕就无参像。家烟切我出来，炒出来。哎，足香的，我甲你讲。哦，我最爱品这个味的啦。啊，这用好啊，冷去了后是要创啥物？要做油，这边的是炒过还是还未炒？啊袂，迄青的。这青的啦吼，啊炒过就是炒安尼。嘿，所以迄也无味的。哎，我足好奇的，这麻是安怎来的？像迄个麦啊、红梨安尼感觉。啊，这麻是咱台湾种的吗？这台湾的麻，台哦，这台湾麻哦，哦台湾麻较甘甜。哟，甘甜嘿。，啊，我会使看恁去安怎用迄个油的，会使啊，会吗？好啊，哦好啊，好啊，哦，足认真的呢。我最认真的，这袂歹呢。